家居設計係一個集於居住環境、生活休閒嘅元素。大家好，我係 Dicky，我姓林，專業係家居裝修設計及生活配套。我哋除咗家居上需要裝修住得舒適生活、健康配套都好緊要。除咗我哋裝修上選咗用一啲冇甲醛嘅材料之外，我哋日常飲用水都係一個重要嘅元素。我今日介紹就係呢部製氫嘅淨水器。呢部製氫嘅淨水器除咗可以製氫之外，仲有3重嘅過濾功能，可以過濾200幾種微細嘅細菌。而根據衞生研究報告，飲用氫水可以有幾個功能：一，氫可以認定咗有強抗氧化嘅功能，可以延遲 MAD 加嘅損耗，防止衰老；而佢亦都可以改善運動嘅表現，從而減少運動後嘅疲勞，恢復體力。而氫水亦都可以增強自身嘅免疫力，減少病菌嘅入侵。